來看今年第6號的風颱衝密愈來愈強，根據着日本氣象廳的預測，可能會直接衝入去沖縄。講風颱的外圍環流已經對當地造成着影響，真濟台灣的旅客行程嘛大混亂。有旅客講，因調離個沖縄超市有真濟物件已經互買甲空，參要互囡仔啉的牛奶粉嘛得要無啊。風正頭閣落大雨，中度風颱衝密也未登陸，沖繩的風雨就已經真大，為台灣飛去度假的旅客是真有感覺，行程受到影響。雨勢就是忽大忽小，但是風就真的一直都蠻強的。第一次了解到，原來護國神山這麼的重要，現在撐雨傘的話一定會爆掉。然後風車咧行，雨傘嘛開花，頭日雷陣風向前走。受到風颱影響，未少台灣人放調佇咧沖縄，敢來當緊急到超市補生活必需品，各有民眾去當地超市物資攏放燒了了。我的奶粉快沒了，但是小孩就是比較大，所以我現在就是奶粉部分，我就是代替買他們的鮮奶，然後再就是濕紙巾跟尿布，等於去超市要再重新購買，因為我其實都帶蠻剛好的。台風來了！陳小姐頭一屆帶細漢的囡仔出國佚佗，卻拄到風颱，警報閣一直等，互伊講有夠恐怖。閣有民眾表示，家己點佇咧飯店休困，不過大風致使規間飯店攏咧海，未舒適發生地動。本來應該是今天的班機要回去，但是就延期了。然後後來就是直接退票，然後因為有保不便險，所以退票之後我直接訂明天的亞航要回去。但是這樣看下來，感覺明天不知道會不會飛得動。為了飛行安全，到今仔日早起10點半，中央航空來往桃園到沖繩的4個航班攏予取消，星宇航空嘛取消為台北甲台中飛去沖繩甲宮古島的班機。另外，華航甲虎航為台灣各地飛去沖繩的雙向航班嘛攏總取消14個班次。歡歡喜喜到沖縄佚佗，煞調佇咧當地，對台灣旅客來講，這個經驗恐驚是真難忘。嘛提醒所有旅客就要注意上新的航班資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